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咱个来到斯洛伐克，共款搁伫遮踅袂了诶哦。这拢是吼，我伫遮住足久，来老师来几工尔，熟悉诶朋友搁较济，而且咱今仔日搁要看到一个啥物鸟啊，迄我袂晓念哦。地鸡鸟啊，这知更鸟，这叫地鸡鸟。地鸡毋是地瓜，嘿。这就是一个叫什么？我电影拢定来咧做一款鸟啊，英文名叫罗宾吼，罗宾鸟。系啊，今仔要来看讲吼，迄跟耶稣有啥物关系？虽然这是一个趣味的传说啦吼，但是咱会当看到这个世界吼，足水的吼，是上帝创造，所以一定要看到后壁，因为后壁老师有录影吼，去爬山的这个。录影对无吼？来今仔日搁会当去踅迄个足水诶，叫做啥物山屋？咱今仔日要来看迄个斯洛伐克诶国歌啊！国歌，因诶国歌是安怎唱？其实主要是用即支山，用今仔日咱要讲诶即支山做背景。嘿，对。所以国歌诶名叫做塔特拉诶山顶。雷公寺呐，雷公寺呐，这个爱学。所以就讲塔特拉山顶，寺呐单位来讲雷公寺呐，来兄弟啊，咱就爱主动咱的敌人，因最后就要摆脱斯洛伐克的民族，就要重生。因为国歌的内容是安尼简单啦，主要就是讲因这支山成做因的瓦壳，成做因所的荣耀就对，是个塔特拉的山。对，所以因的国旗对无？迄个国徽吼，骹吼，这个是山哦，毋是一蕊花呢吼。本来进前吼，想讲这一蕊花，来这是因的钱啊。我最近发现讲，伫欧元区吼，每一个国家因的迄个钱，就是即种箍箍啊，怎么样讲？毋是纸诶吼，毋是纸诶，这物件。银角啊啦，银角啊吼。对，伊每一个国家拢无共哦，所以吼，你若来遮吼，有想要收集诶人吼，真少看吼。我今仔去现我诶迄个现我诶钱路看。10几个银角啊，拢无共国家来诶呢，我以前拢无发现吼，所以吼，咱若有收到无共国家诶吼，会当甲伊收起来纪念做趣味诶吼。所以咱本诶斯洛伐克诶银角啊，后壁就是一个山吼，塔特拉山，咱看到即支山，因为这是戈尔巴千山对无？咱顶礼拜嘛有讲吼。今仔摆去即一个冰川湖，今仔日要去另外一个。更加悬的一个湖啦，因个湖足济啊。迄个因有分做顶悬甲下骹的塔特拉，即个悬的塔特拉吼，伊有24支超过2500公尺的山。伊这山尾吼，戈尔巴千山的山尾拢总有1200公里。台湾对头到尾，台湾头到台湾尾，甲300几公里尔。伊这个山就会能1200公里。非常的长所以这个范围内底，因的山无悬，毋过真济，甲台湾无共。你敢知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山都有285支啊？我毋知呢。你毋知哦，所以台湾人咧爬山来遮会感觉讲真简单啦，爬山因为遮的山无遐尼悬，就对啊。所以咱知吼，2300公尺以上，伫2300以上，因就拢无树啊啦，伫上边啊迄条道安尼，拢石头，也是一寡迄款短树木，像迄茄类树迄款吼。就是较悬的就无。较悬就无2300以上就无啊。
台湾阿里山拢嘛差不多2300左右诶。哦，所以跟台湾无啥共，台湾阁有足悬诶神木吼，因诶塔特拉山有分高低啦，所以叫做悬诶叫做 Visoke 吼，所以伊是较悬诶，咱今仔日要讲诶对无吼？咱顶礼拜伫下骹遮即个 Papua，迄个湖，咱前礼拜讲迄个湖足水诶哦，像迄镜安尼吼，来。今仔日要走来 Papua，行到国家内底吼，国家深山内底。伊上边吼，即条蓝色诶线就是行诶山路啦，上边拢是较悬诶山，所以中央就变一个山谷。所以其实行诶所在是伫中，像安尼。即上边拢悬山诶地方，迄个地方遐有真济湖，真济真水诶冰。就是冰川的湖啦吼，所以要去今仔日要去这个湖来讲哦，对电车的车站叫做 Popradis， 这个所在落车会当行去，安尼较近。毋过若对遮去哩，你就袂当经过咱前礼拜讲迄个湖啊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是对。最后迄吼，搁到后壁迄站，要 stop 嘅 Preso 迄个所在落车然后经过第一个湖，甲对第一个湖行去第二个湖。虽然路草小可远，毋过你会当看两个湖啊。就是为这红色安尼行 ，stop 嘅。但是老师等下影片是为蓝色的路去行。伫顶悬我无下骹，我是对即个湖开始行去顶悬的部分。对，这下骹是一个 Stopsky 来行去到顶悬。迄个湖佮向顶悬行啦，迄是佮较悬的位啦。比今仔日咱要讲即个湖佮较悬的位，咱今仔日翕的录影的部分拢是较悬的所在。所以录影的所在，佮毋是伫即个顶悬哦，是伫山谷，对无？伫车的顶悬吼。Popra， 即个叫做 Popra 的Popra 海拔是1494。我录影的所在差不多1900公尺的位啦。湖边有一个饭店真大间，即间饭店吼，会当容纳几啊百个人。当然，内底房间是有那真简单的吼，一间房间会当住。毋过伊外口的设备吼真好，足济伊拢是用木头做的。而且吼，你看伊边仔椅拢伫外口，互人会当一面看要食物件，看湖。内底房间就是一间会当住8个人，因无分男女啦，无讲男女安尼分。拢是总经，因为来遮拢是要爬山嘛，所以等于是台湾的山屋啊同款。伊的温泉是分顶的，一间住8个人，有哪真讲法？是，这餐厅看起来叫做素食，对无？这有餐厅对。这伫台湾若有迄个，若有即种所在，就是足贵的。伫泰国可能无遐尼贵啊吼，咱的朋友来啊，大家好，恁是毋是伫泰国有去遮个所在有去类似的吼，水的所在吼？你看这拢用茶做的较少啦吼，是，但泰国若要去即个山吼，爱走远啊吼，遐尼悬的山，空气看起来真好哦。对，因为遮较悬的所在，空气拢会较好啦。今仔因为伫咧湖边我拄看到一只鸟啊，伊咧吼的时候，真正无介大声，细声，真正温柔安尼哦。我甲伊，我见讲伊怪伊的目肚遐哪会有2点红红的，原来就是因遐人吼，就是斯洛伐克遐人，就讲即款。伫个鸟哦，就是安怎咧？因为民间有一个传说啊，讲伊为什么伊的形啊遐有
红色的，因为耶稣顶十字架时吼，伊即款鸟足亲近人，叫的声真好听，伊就走遐唱歌互耶稣听啦，耶稣顶十字架时啦，伊的头前胸坎就去抹着耶稣的血啦，哦，伊手毋是互顶啊顶落嘛，血流出来。伊就去抹着，抹着以后，即款鸟头前拢有2点血印记。伊咧安慰伊的痛苦，这是民间的流传，因为斯洛伐克也是拢天主教，而且就是拢信耶稣的啦。所以讲伊逐项代志拢故事也好啦，是啥物话，拢总甲迄个圣经有关系，甲耶稣有关系啦。他们的信用拢有关系吼，就是讲，你若什么心内想什么，看的拢是什么对无？是毋是有一句话？心内想耶稣，看的拢是，然后心内想基督，即咱的救赎主，看的拢是款。真趣味哦！逐个观众朋友，明辉美秋，因去钓鱼，敢有钓过什么鱼啊？宾馆有迄个诶，毋是伊有铜钱的哦吼。阮听讲迄个耶稣迄阵，毋是拢含渔夫做伙嘛？伊迄阵无钱交税时吼，佮叫鱼仔吐一叫鱼仔吐钱出来，吐钱出来，互伊去交税哦。所以其实这叫做什么？老师讲，地基鸟，地基鸟是北部讲的，南部讲地基鸟呢，对无？地基鸟，但是地基鸟有分做2种诶，听讲一种是阮欧亚的，就是澳洲的地基鸟就1只较小只，美国的就较大只。是，所以这吼有人看过无来讲，会当，咱就想着讲。即个耶稣的死，为虾米耶稣一定爱死安尼啊？吼，咱就想着以弗所书圣经讲，以弗所书第1章7节讲，通过基督的血，咱得到救赎，罪过得到赦免，上帝恩典实在丰富。就是讲，伊若无流血，咱的罪袂当赦免。伊若无流血，咱就无救赎，伊就袂当救赎，因为人。罪大概就是死啦，死要怎样？死就死啊！你一定爱赎罪，就是用血，生命的血，用血赎罪，所以献祭赎罪就是咧意思用血来赎罪。我靠耶稣所一个无罪人的流的血，我靠这款血，通过的血，咱来相信，我可以这个血特别赎咱的原罪。前面讲的是讲咱的原罪。这咱伫个偌济是有讲过，对无？吼，对，有讲过。所以逐个人呢，你若来有啥物恶杂，而且有无法度解决的，而且感觉毋知影啥偌济世间的吼，你一定要来认捌阮的上帝哦，因为伊是一个愿意替你死的人，吼，所以。无人会当讲我来替你死安尼吼，但是伊会当替每一个人吼担当伊的痛苦对无？所以即只鸟啊吼，拢跟这有关系哦。去安慰一个受苦的人。即个讲山中的艺术，伫山顶真侪用茶刻的一款像，拢真水，真有艺术的。拢毋是拢，咱伫东方的国家看，中国也是讲，对位咱看的拢是政治人物较济啊。伫遮山顶毋是政治人物啦，拢是普通的人的生活。你看还有一个咧举物件爬山的，即阵伊中迄个是拄好有一个爬山的经过。做成的呢吼。伊用因即摆背包是用迄个网架，叫做用架啦。伊咧架是5层5层，所以伊物件咱绑在迄个架顶悬。是，真厉害。即个正平这是一个雕像哦。
伊用茶去个雕像。哦，伊个你看因个背包吼，就是用迄个架甲钉起来。叫做背包架，咱台湾是迄个背包架，即阵还阁有人用背大山诶，还阁有人咧用啊。哦，我想讲有啥物人排椅啊伫身躯安尼，排咧行。较少，因迄个背包架。是，拄啊好囥落来了，可以当坐吼，真厉害。咱台湾若伫爬山诶时，拢是看着庙对无？庙较济吼，啊无土地公。啊，关山无啦，台湾诶关山吼，国家公园诶拢无。庙是较细诶山啦，较低诶山。是，安尼这迄个较厉害，无共款诶哦。你若伫山区吼，山中诶旅馆，有一届会使时起来咧食会仔顿，因为会仔顿拢摆伫遐时来咧食嘛吼。有水果啦，有啥物面包类诶。啊，伫遐时吼，你着会当看几档啊看出去，有时讲伊个迄北岛我遐水。哦，像去北岛呢才水，啊，其实毋是北岛啦，是对窗啊看出去，因外口种花啊，外口种的花吼，我伫对内底看有够好看，就像安尼，袂是像迄雕工画七八度，啊七八度佮小可会颠动，风来飞伊个会安尼摇一下，这个图毋知影画甲摇一个吼。这有厉害哦！这迄个叫做3D、4D 的图，足贵诶。这是真正有水咧，实在吼，甲遐花就是窗仔外口。哦，你看另外一张，你着看有3个格，伊窗仔有3格。有啊，下骹是摆会仔顿要食，啊外口看出去，每一格拢是700度。所以，迄若无好食诶物件，拢会变做好食。哦，无好食。其实欧洲诶早顿拢无啥好食对无？拢是冷盘。啊，都拢好看的对，拢水水。看着这心情都好诶，安尼无共款。所以你若心情无好诶人，一定要来爬山，对吧？来去看。迄个山内面上帝创造诶时呢，你着袂感觉有准安尼。所以咱即本来看老师翕诶哦，老师翕诶即个影片。咱等下即条歌是台南新教会。台南新教会。价钱。这空顶礼拜迄个乌有1点仔湿。但是这个吼是边仔山较济啦，较悬。伊边仔山较悬，这是弟弟哦，应该有出现伫咱的直播间。这是饭店内面。其实欧洲的饭店拢无做豪华，无像咱泰国的时代。外口伊也真济啦，咱外口。所以这是迄个全部拢是木头做的。这是一间啦，还是便所拢是清洗迄个？一间便所。即本老师来的是其实已经秋天啊吼，所以你若即本来搁较水，规个拢青色，还有开花。对咧，都用顶管行，即摆开始咧用顶管行。结果哪色的吼？即个哪色的？你哪色的路用顶管行？但是听讲行唔着面对，所以行无到第3个湖。咱看行去到顶管就拢无树啊。
奇怪就是讲，遐尼悬的所在哦，嘿，都无搁较悬啊，看来迄水拢流袂煞，毋知影对底流出来，对就是天顶啊，像天顶挂落来。哦，真正的哦，迄是就是为下骹来的嘛，山下骹无可能穿上悬啊，所以感觉真奇怪。经常悬啊，毋知水位倒来。云雾啦、甲山啦、雾啊，拢做这伙这个，大家观众朋友会记得无？咱这个咱有一届有讲过，有讲过这个吼。意念，一个是几个啊？迄个边仔就是一个梦，对吧？咱的录影吼，翕袂出足水，这是足壮观的。所以这就是咱顶下有讲过一个纪念的梦啊。纪念的梦。啊，像我等下迄条路就做。哦，等来的路是迄个呢？柏油路。行无共款的路，等来行落到74公里。所以你即阵来看，迄个花搁较济，迄青色的搁，即阵打春天，但因遮的标示拢足明显的，吼，就是讲你来遮爬山拢毋惊放弃啊，对，非常的无简单吼。真欢喜，多谢咱的观众朋友对，多谢美秋问对，足水的，就是你行到地拢感觉足水的安尼，毋知影是就是讲有的人会讲，上帝有伫诶无安尼，然后毋知影的人去看世界对无？老师，你若想袂明白的人，是毋是去看你边仔的即个？大自然，草木吼，自然风景，是，你就会知影上帝创造者吼，拢是为着人哦，伊是要互人享受的对无？伊进前创造这，就是要互阿当夏娃来管理，互因来享受的吼。所以希望咱的观众朋友拢会当有。享受的人生，每一个时间快乐的人生啦，欢喜快乐，因为咱有瓦课。是，所以多谢老师，多谢咱的朋友吼，来甲咱捧场。咱后礼拜同一时间，过来继续看老师的澳洲吼。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搁做回来讲故事。对哦，咱美秋讲诶，上帝什么无处不在，台语咩讲？用花草来医治人诶心，是用花草医治人诶心，拢伫逐个所在拢会当看到安尼。欢迎你来遮找阮算哦，多谢老师，多谢朋友，感谢，下礼拜再会，多谢。